各位老師，大家好，我係應用人工智能實驗室嘅 Marco。咁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喺呢條短片度分享一下我哋默韻中文綜合平台嘅正確使用方法。咁首先我就最想開始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嘅平台先啦。咁我哋平台其實除咗可以幫老師做到啲嘅作文批改，係啦，咁可以做到長文嘅批改啦，亦都可以做到實用文嘅批改嘅。咁其實我哋見到左手邊嗰欄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選項 AI 嘅選項去俾老師同埋學生去用嘅，係啦。自定練習啦，可以俾老師去出一啲寫作練習去俾學生去做啦。AI 隨機生成嘅日常寫作練習，去俾學生自己去練啦。12篇範文自學卡係俾學生練嘅，同埋俾老師用嘅閱讀理解生成器。咁我就今日會喺呢條短片度逐一同大家去介紹一下嘅。咁首先由作文批改方面，咁最主要係改到長文嘅。咁成個流程由老師出功課去到學生寫完文交功課，去到最尾睇報告咧，全部都可以喺平台做晒㗎啦。咁老師會有一個帳號啦，學生亦都有一個帳號。咁假設我哋今日係6A 班嘅中文科老師，咁我出咗呢份功課嘅時候，學生就會喺佢哋嗰個自己嘅帳號上面收到呢一份功課。咁一係喺屋企寫文，一係喺堂上面寫文。咁寫完文之後就可以 log in 翻入去佢哋嘅 account 上面交文㗎啦。咁呢個長文部分，咁成個流程就非常之簡單嘅啫。咁我哋見到畫面上每一格咧，就係代表老師出嘅每一份嘅寫作練習。咁我哋今日想出一份寫作練習嘅流程好簡單，咁就首先撳創建新題目啦。咁我就輸入翻文章標籤，咁假設係6A 班第一篇嘅文章6A01。咁亦都要下邊就要附翻條作文題目上去。咁作文題目可以係咩都得嘅。可以係老師自己生成嘅作文題目，可能可以係舊試卷嘅題目，亦都可能係一啲嘅練習書上面揾到嘅作文題目都可以嘅。咁我哋亦都會有個題目生成器去幫老師去生成一啲嘅作文題目。咁假設我哋今日諗唔到呢條作文題目寫咩喎，亦都可以叫 AI 去幫我生成嘅。咁如果我事前亦都有一啲嘅idea，亦都可以擺翻上去俾 AI 去同我生成一啲相近嘅作文題目嘅。咁如果我咩都諗唔到嘅咧，亦都可以叫 AI 幫我去隨機生成5條嘅作文題目。係啦，咁我哋而家見到啦 ，AI 就好快咁樣同我生成咗5條嘅作文題目。咁我哋見到會有唔同嘅文本類型嘅，見到記敘文、議論文、抒情文等等。咁我亦都見到呢度上邊暫時亦都係會同 DSE 嘅出問題嘅模式，亦都係大致上一模一樣㗎啦。咁假設我今日揀第一題，在我最孤單的時候，是哪一封信給予我力量？咁你就可以 copy 翻落去，然之後 paste 翻上去我哋嘅題目格上邊。咁我哋繼續落去，可能亦都有一個格係俾老師去上咗一啲嘅圖片嘅。咁可能有時候有啲作文題目係會有一啲嘅圖片分析咧，或者係一啲資料嘅，亦都可以上載上去。咁 AI 亦都會將呢一幅圖片或者一啲資料變化為一個電子版嘅字。咁就揀翻個班別啦。咁我哋寫作程度撳入去，見到會一共有4項嘅寫作程度嘅。咁呢度點樣理解咧？最主要就係老師會話俾 AI 聽，喺呢一篇文章上邊要用一個咩嘅方法去分析學生嘅文章。咁假設我哋今日出俾6A 啦，咁就需要用翻高中嘅。好快咁講一講，係啦，高中同埋初中我哋最主要都係用翻考評局嗰個評分方式，睇翻學生嘅內容表達結構，而評分比例亦都係40、30、20咁樣比嘅。咁好多時候，尤其是係初中嘅老師咧，係啦，好多時候你哋都會有一啲嘅自定嘅評分標準嘅。咁亦都可以喺我哋第4個選項自定義嘅評分標準度，自己去打翻一啲內容表達結構嘅評分比例。例如我想係20、10、10嘅，亦都可以喺呢度打翻出嚟。再寫翻個寫作程度啦。咁我哋下邊亦都會有一啲嘅評分標準嘅，係啦。呢度畫面上面見到個13個，最主要都係俾老師做一啲嘅參考，咁就唔一定要用晒嘅，係啦。咁亦都可以打翻一啲自己嘅評分標準上去。咁我哋自定評估項目上面亦都會有一個語言選項，咁亦都可以生成一啲適合非華語學生嘅寫後報告。咁我今日就會選高中呢個評分準則。咁去到截止日期就係
幾時交功課？咁我哋今日係6月26號啦。咁假設我想下個禮拜四交功課嘅，咁就撳翻7月3號。咁我哋 AI 改長文嘅應用層面上邊，其實最主要有3樣嘅。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樣就係我哋嘅寫前材料報告。咁我哋見到下邊呢度有個寫前材料，有好多個唔同選項啦。第二個層面就係我哋嘅寫後報告，而第三個層面就係我哋最後嘅全班報告。咁我哋可以開始講第一樣先。咁寫前報告其實見到題解同埋主題元素已經幫大家選擇咗㗎啦。咁老師亦都可以根據你哋自己嘅要求去生成一篇嘅大綱，一啲嘅思維刺激嘅問題，一篇嘅範文，由0去到2200字都可以生成嘅。詞彙及成語啦，寫作素材、文言句子同埋一啲嘅散文推薦。咁第二個層面就係我哋嘅寫後報告，總結報告一定會有嘅。咁除此之外，亦都可以根據老師嘅需求去揀翻內容表達結構呢3方面嘅寫後報告，一啲嘅寫後練習啦。咁咧，我哋就已經完成咗創建我哋嘅作文題目㗎啦。咁我哋就撳下邊右下角呢個提交掣。咁學生就會好快喺佢哋嘅帳號上面收到呢一篇嘅作文功課。咁啱啱我哋創建咗個題目啦，就會見到喺6A01呢度啦。咁我哋今日第二個部分就會睇我哋第一個應用層面就係寫前報告。咁我哋會睇係足印呢一份嘅寫前報告。撳咗入去之後咧，撳上面嘅寫前指導就會見到成份 AI 生成嘅寫前指導報告㗎啦。咁而家一般老師點樣用呢種點樣用呢一份嘅寫前報告都有好幾種用法嘅。咁第一種老師其實可以事前消化咗入邊嘅內容先，睇下點樣可以應用翻喺寫文之前嘅課堂上邊。第二種用法其實亦都比較常見嘅，咁老師就係會叫學生自己去睇呢一篇嘅寫前指導報告。咁其實我哋就冇咁多規限嘅，咁老師點樣用都得。咁第一個部分我哋會見到一個題解部分啦。咁其實我哋 AI 亦都會模仿翻考評局佢哋每一年喺 Marking Scheme 嗰個模式去生成翻一份題解出嚟嘅。咁我哋 AI 亦都會通過呢一條題解去分析同學仔佢哋每一篇嘅文章。咁當老師其實亦都會有一啲嘅批改嘅側重點啦，亦都可以喺呢個題解部分去做翻啲嘅修改嘅，係啦。咁第二個部分問題要求，咁可能有時有啲作文題目係比較上抽象少少喎，其實咩問題都可以嘅，咁 A 亦都會話翻出嚟俾學生聽嘅，係啦。咁第三個部分會幫學生做一個解題嘅部分，咁去做翻一啲嘅關鍵字捕捉同埋去定義理解嘅。第四個部分同埋第五個部分就係我哋嘅思考角度同埋取材獲納而舉拗部分。咁最主要都係幫學生去提供翻唔同嘅角度、唔同嘅切入點去寫呢篇文章嘅，係啦。都希望學生寫之前多想一想，睇下啲咩角度可以寫呢篇文章。因為其實我哋都同老師溝通過，都發現咗其實而家普遍同學寫嘅文章10個有8個嘅角度都係差唔多，又或者內容過於空泛。咁我哋都希望俾多少少唔同 idea 同學仔寫之前去諗一諗嘅。咁第五個部分咧，取材獲納而舉拗呢個部分，我哋 AI 亦都係會根據翻考評局嗰個模式去生成翻出嚟嘅。咁最尾第六個部分啦，亦都會有一啲嘅題目嘅雷點嘅。咁 AI 亦都會根據翻呢條作文題目啦，去覺得喺同學寫文嘅時候經常會觸碰到嘅雷點，亦都會 highlight 翻出嚟嘅。咁下一個部分亦都會有一啲嘅主題元素部分。簡單啲嚟講，主題元素部分就係題解嘅縮短版。咁學生亦都可以通過一啲比較長短少少嘅句子去理解，去點樣去寫呢篇嘅文章嘅。下兩個部分亦都會有一啲嘅思維刺激嘅問題，係啦，一共會有10題比較上抽象少少嘅問題啦，係啦，亦都會有10題比較上具體啲嘅問題嘅。咁抽象啲嘅問題，我個人覺得可能係會適合一啲語文能力、作文能力比較強少少嘅同學。具體呢啲問題可能比較合適一啲語文能力比較弱少少嘅同學，或者低年級嘅同學。咁老師亦都可以喺呢度 copy and paste 翻落去你哋嘅工作紙啦，俾學生去做一啲嘅寫前嘅練習嘅。咁你見到其實唔會有答案啦，因為呢啲題目大部分都係一啲嘅 open-ended 嘅題目。係啦，下一個部分範文，咁 AI 亦都會根據呢一條嘅作文題目去生成一篇嘅範文。咁頭先我哋可以由0去到2200字去生成嘅，咁呢篇就係 AI 生成嘅範文啦。咁去到下邊咧，亦都會
有一個賞識嘅部分嘅，咁 AI 亦都會幫佢呢一篇嘅文章去做翻一個賞識。咁學生亦都可以睇一睇，了解到如果佢寫一篇比較上好精煉嘅文章係應該點樣寫。咁下邊亦都有啲閱讀理解問題，係俾老師去做翻啲嘅寫前嘅練習或者寫後嘅練習嘅。詞彙及成語部分，咁 AI 亦都會通過呢一篇嘅文章去生成一啲相關嘅詞語同埋成語。詞語你會見到有好多一共有10個形容詞啦、動詞、名詞啦，係啦，亦都會有10個同題目相關嘅成語嘅。咁老師如果見到呢度10個唔係太中意喎，亦都可以撳右上角嘅再次生成嘅。咁我哋其實寫前報告上邊每一個部分亦都可以俾老師去再次生成嘅。如果見到有唔中意嘅材料嘅話，咁下一個部分寫作素材。咁我個人覺得呢個就比較上適合一啲議論文多少少嘅，係啦，記敘文、抒情嘅文就未必太過實用啦。咁 AI 亦都會通過呢一條嘅作文題目，喺網上面揾翻4個古今中外相關嘅寫作素材。咁我哋見到第一個啦，古代中國張騫出使西域嘅故事啦。咁我哋最主要都係會話翻俾個學生聽呢個故事入邊嘅具體詳情同埋使用場景。咁學生亦都可以透過好簡單咁樣了解咗呢一個嘅故事之後，睇下點樣可以將呢啲嘅寫作素材應用翻喺佢哋篇文章上邊嘅。古代中國啦，現代中國啦，古代外國馬可波羅東人，同埋現代外國嘅生態足印理論。下一個部分文言句子，咁 AI 都同樣地根據呢一條作文題目去揾翻一啲相關嘅文言句子嘅。咁大家知道其實如果學生可以喺文章上邊應用翻一啲嘅文言句子，其實係一啲加分位嚟嘅。咁我哋 AI 呢度一共揾咗3句嘅文言句子，見到有個原句，呢個句嘅語譯、佢嘅出處同埋使用場景。咁老師事前亦都可以同學生講一講呢3句文言句子咧，可以教一教佢哋睇下點樣可以喺自己篇文章度應用翻呢啲嘅素材出嚟嘅。咁去到下邊啦，散文推薦。咁如果老師想學生喺課外做多少少閱讀嘅，咁亦都可以俾呢一篇散文學生去睇一睇嘅。咁我哋會有個作者啦，作者簡介原文句子。咁因為版權問題，我哋就唔可以成篇散文擺上去啦。咁老師如果想嘅，亦都可以上網去揾一揾嘅。有個賞識部分啦，同埋一個內容概述部分。咁最尾就會有一個寫作大綱部分嘅。咁頭先見到我哋一開始題解部分，因為呢一篇文就比較上抽象少少嘅，學生可以寫啲咩問題都可以。咁 AI 亦都會根據呢一個題目去生成翻3個嘅寫作大綱。敘事型啦，我的族人記憶之類係啦。咁 AI 亦都會好簡單咁樣話翻俾個學生聽，佢覺得呢一篇文章需要有4段，每一段可以點樣去順住落去，點樣去發展？可能開頭係捉緊嘅初遇，咁我哋就唔會教學生話俾學生聽需要寫啲乜嘢㗎啦。咁其實我哋見到下邊都會問翻學生一啲嘅問題，希望可以一邊寫一邊可以引導佢哋，可以激發佢哋嘅思想。係啦，咁第一個就係大綱型，大綱1啦就係敘事型嘅問題啦，大綱2可能係一篇嘅抒情型，大綱3可能係一篇嘅議論型嘅文章嚟嘅。咁老師可以事前俾3個選項學生啦，咁佢哋自己揀去寫咩都可以。咁同樣地啦，我哋呢度嘅寫前素材，所有嘢亦都可以俾老師去任意去修改嘅。係啦，每一版亦都可以修改啦。咁我哋右上角每一版亦都會見到一個再次生成嘅掣嘅。咁我哋右下角見到好幾種唔同選項嘅。係啦，咁我哋當老師修改晒成篇嘅寫前報告之後，撳儲存內容修改，咁就會 save 低晒我哋所修改過嘅嘢啦。報告下載亦都會可以俾老師將呢一份嘅寫前報告下載為一個嘅 Word 檔案，咁亦都會有一個發布嘅。咁如果你撳咗發布之後咧，學生就會喺佢哋個帳號上面收到呢一份嘅寫前材料報告。咁如果我哋老師唔撳發布咧，學生就唔會收到噶啦。好啦，咁下一步，老師出咗功課之後，咁學生就一係喺堂上面寫文啦，一係就翻屋企寫文。咁寫完文之後咧，就可以登入佢哋個帳號，係啦，咁就可以交文噶啦。
咁我而家好快咁樣去一去學生嘅帳號先。咁我哋而家見到我哋入咗嚟一個學生嘅帳號啦。咁其實學生睇到嘅嘢，學生嘅界面同老師嘅界面大致上都係一樣嘅。咁我哋頭先創建咗嗰個6A01喺度啦。咁我哋頭先用緊嘅足印亦都喺度嘅。咁撳入去之後咧，我哋會見到右上角有一個選項新增作文，係啦。咁學生就要撳新增作文啦，係啦。咁交文嘅方式有好幾種嘅。咁你首先可以用自己嘅 keyboard 打翻呢一篇文出嚟。咁但係呢個都比較常嘥時間。咁除此以外咧，亦都可以用我哋嘅 OCR 一個手寫識別系統，咁可以上載一份 PDF 或者去影啲相上載相片。咁上載完篇相片之後咧，咁今日會上載一份嘅 PDF 啦。咁上載完份 PDF 之後咧，AI 就會開始去讀取我嘅手寫字啦。咁呢度大概1分鐘以內都會讀取晒佢學生嘅手寫字。咁同時間地亦都想同老師分享下我哋嘅OCR 我哋手寫識別系統嘅準確度啦。咁其實而家中文 AI 嘅準確度大概當有90% 以上啦，係啦。咁其實都好取決於學生佢哋自己嘅手寫字體嘅，係啦。咁有時候可能學生會喺行與行之間加個箭嘴，下面加行，或者係右手邊作文紙上面嘅右手邊加大一抽字。咁喺呢啲情況下 AI 就未必能夠識別得太準確啦。咁 AI 識別晒學生嘅手寫字之後，咁佢亦都要對一對嘅，係啦。咁我哋呢個部分亦都可以俾學生去做翻啲嘅修改，確保 AI 係冇識別錯字啦，同埋冇識別漏字嘅。咁冇問題之後咧，就可以撳下一步，再俾多一次機會去睇一睇，真係冇問題啦，就可以撳提交噶啦。咁喺學生交完文之後，咁佢哋就唔會即刻自己睇到份報告住嘅。咁我哋都希望老師睇一睇啲評分啦，睇一睇啲評語，確保冇問題先出翻份報告俾個學生。咁假設我哋嗰班有4位同學，咁4位同學都交晒佢哋篇文章嘅時候，咁我哋老師呢個界面就會見到有4格㗎啦。咁每一格就係代表每一位同學佢哋作文同埋佢哋嘅報告。咁我哋撳入去下邊評估報告嗰度咧，就會係我哋去到 AI 第二個應用層面啦，就係我哋嘅寫後報告。咁呢個就係一個高中嘅評分呢個報告嚟嘅，咁所以就比較上詳盡少少。咁我哋見到上面會有個等級啦，係啦，下邊會有個得分嘅。咁我哋喺呢個作文評級左上角及有 I 掣嘅。咁如果我擺個 mouse 上邊咧，咁亦都會見到每一個評級係點樣去理解。而右手邊一個問號嘅，撳咗去之後咧，老師同埋同學亦都可以睇到 AI 點解佢會幫呢一篇文章評級為2.5。咁每一個部分亦都會做翻啲相關嘅解釋嘅。咁你寫後報告第一個部分就有一個焦點分析啦。咁最主要話翻俾學生聽，內容表達結構上面有啲咩嘅整體表現。下邊會有啲嘅改善目標同埋方法，可能係提升內容嘅具體性與感染力。下個部分亦都會喺學生自己篇原文入邊去抽取翻一啲靚字靚句，係啦，幫佢做翻啲嘅點評。下邊亦都會有一個值得表揚嘅之處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就住內容表達結構呢3個部分去詳細咁樣睇一睇，係啦。咁你左上角亦都可以睇翻學生佢哋原始嘅手寫檔啦，係啦，佢哋嘅手寫版嘅字，亦都可以睇佢哋電子版嘅。右手邊呢個內容部分會有一個整體分析啦，可能係立意明確，係啦，取材較為常見等等。AI 亦都會就住每一個嘅選項去俾翻一啲嘅評語嘅。咁例如可能覺得立意深度唔夠，未能展現足印嘅多重象徵與人生思考。撳入去之後咧，咁亦都會見到有好幾個唔同評語嘅改善建議啦。咁最主要都係話翻俾個學生聽，如果想喺個立意度做翻少少提升嘅，應該點樣做？係啦。咁我哋就唔想直接俾答案學生嘅，咁我哋亦都會通過一啲嘅問題去引導學生去話翻俾你聽，其實要點樣去諗呢一方面嘅問題，係啦。咁下邊亦都會做翻一啲嘅高分示例嘅，見到有學生佢哋自己嘅原文啦，同埋 AI 幫佢哋改寫嘅部分嘅。咁除咗喺內容部分，除咗覺得立意深度唔夠之外，AI 就覺得可能學生呢篇文章嘅取材流於抽象。又或者可能係情感嘅層次比較單一，如此類推，係啦。
咁亦都會有一個明亮部分嘅，咁 AI 亦都會根據學生文章入邊嘅句子咧，係啦，可能呢個內容部分，如果 AI 覺得佢提升咗少少嘅，亦都會有進步嘅，咁亦都會做翻啲嘅明亮部分。係啦，表達部分成個結構亦都係一樣噶啦，會有一個整體分析啦。咁可能兩個部分嘅學生需要AI 覺得學生需要留意嘅，例如語句結構混亂，或者係抒情與敘事未能緊密結合，咁全部都會有改善建議部分、上一上部分同埋高分示例嘅部分。咁表達部分呢一度咧，亦都會有一個細節微調位嘅，咁 AI 亦都會喺學生文章入嘅開頭、轉折、結尾位去抽翻啲嘅句子出嚟，做翻啲嘅細節微調。去到最尾結構啦，結構亦都係一樣，有一個整體分析啦。可能覺得呢度嘅段落銜接過度唔夠自然，部分嘅重點分數、主題聚焦唔夠，或者係結尾總結嚟都唔夠嘅。咁去到最後啦，亦都會有一個寫作練習嘅。咁呢個寫作練習部分，AI 亦都會喺內容表達結構3個部分嘅現狀問題，去生成翻一啲嘅寫作練習俾學生嘅。咁如果撳咗佢之後咧，學生亦都會見到有個原文啦，AI 話翻俾你聽個現狀問題，同埋佢應該係點樣去改寫嘅。咁學生亦都可以即刻喺個平台度打翻個答案出嚟，咁撳翻提交咧，我哋都會即刻會幫佢做翻個分析啦，而俾翻個分數同埋一啲嘅改善建議嘅。係啦，咁呢度一共會有5句嘅句子練習。係啦，咁假設我今日示範一次，咁我如果照抄呢一句咧，理論上應該係會攞0分嘅。而家就啱啱同我改好呢一句句子啦，係0分，因為我係同原文相同嘅。咁下邊亦都有啲改善建議嘅。咁有5句嘅句子練習啦，同埋一個嘅片段寫作練習。咁我哋呢度寫後報告上面咧，同樣地，所有嘢都係可以俾老師去修改嘅。咁如果有少少評語想打落去嘅，亦都可以做到。咁打完之後就儲存修改嘅內容啦。咁同樣地亦都可以俾老師去將呢一份嘅寫後報告下載為一份嘅 Word 檔案，方便可能有時有老師想去出一啲嘅report 要嚟俾學校去查補嘅都可以嘅。係啦，咁老師睇晒所有分數啦，撳發布咧，咁學生就會喺佢哋個帳號上面收到呢一份嘅寫作報告。咁寫後報告就係我哋 AI 第2個應用層面啦。咁講埋第3個應用層面就係我哋頭先講到嘅全班報告，右上角嘅全班報告。咁老師撳一撳全班報告咧，咁 AI 亦都會一次過分析晒全班同學嘅文章，去俾翻你哋睇呢一班文章，呢一班同學喺呢一篇文章上面嘅整體表現。見到啦，整體表現啊，可能有啲咩問題，咁老師亦都可以了解翻呢啲同學呢一班同學嘅現狀問題，通過呢一份報告嘅內容，睇下點樣可以喺你哋嘅事後課堂上面做翻呢個調整嘅。內容部分啦、表達部分、結構部分，咁亦都會見到有啲現狀問題咯。AI 亦都會 highlight 翻啲寫得特別好嘅事例咧，寫得特別唔會特別差嘅麻麻地嘅事例啦，同埋一啲嘅改善方向。咁亦都老師都可以通過呢啲改善方向，睇下點樣可以喺事後嘅課堂上面做調整。咁去到最尾亦都有啲嘅寫後練習嘅 AI 亦都會根據呢一班嘅同學嘅弱點啦，去生成翻一啲嘅寫後練習。咁呢度全部亦都可以係copy and paste 翻落去你哋嘅工作紙上邊嘅。咁頭先喺長文部分或者作文批改部分，我哋講成個過程就係由老師出功課啦，去到學生交功課，大家一齊睇報告。咁呢個就係最普遍、最標準嘅做法。咁我哋上邊亦都會見到一個選項，就係檢視學生自擬題目嘅。係啦，咁呢個功能係點樣用嘅咧？咁其實成個流程學生就可以自己做晒㗎啦。咁就自己創建新題目啦，自己寫文、自己交文、自己睇報告。點解會有呢個功能咧？咁其實好多老師都覺得其實自發能力比較強嘅學生，可能有時喺 study leave 或者放假嘅時候就冇得返學啦，但係想寫多幾篇文，但係加上老師有冇咁嘅能力幫學生去改，咁老師亦都可以喺你哋嘅帳號入邊，喺呢個設定上邊去開放呢個權限俾你哋嘅學生嘅。咁假設我今日去開放呢個權限俾6A 班嘅學生，咁6A 班亦都可以喺 study leave 嘅時候自行去交啲文上去個平台上邊。咁當6A 班嘅學生交完啲文啦，我亦都可以檢視學生自擬嘅題目，咁亦都睇到每一位學生佢哋放假嘅時候交咗啲咩文，係啦，同埋佢哋嘅相關嘅報告。
咁呢度就係大致上我哋嘅長文作文批改部分。咁實用文部分其實大致上都係差唔多噶啦。咁我哋同樣地，老師可以創建一個新題目啦，打翻文章標籤啦、題目啦，輸入翻我哋嘅資料檔。咁 A 亦都會去將所有資料變咗個電子版嘅字嘅，揀翻個班別係啦。咁寫作程度啦，咁亦都會可以俾老師揀翻個文本類型嘅，由自行去到通告都可以選擇嘅。咁寫前材料亦都會有嘅，有個寫作指導啦、範文、詞彙及成語。咁生成完之後，學生亦都可以喺佢哋有個帳號度收到呢一篇嘅功課，係啦。咁成個過程同我哋長文嘅部分亦都一模一樣。咁我哋今日睇嘅呢個係一篇嘅演講詞啦，綠色生活。咁我哋睇一睇寫前指導先。咁寫前指導就短過長文嘅，有3個部分，有個寫前指導部分，有一個寫作方向啦，有個資料部分。資料重點可以最主要話翻俾學生聽，呢一篇文係需要寫啲乜嘢嘅。咁 AI 亦都會根據呢一篇題目、呢一篇嘅格式去話翻俾學生聽，文章需要用呢啲咩嘅行文語氣去寫嘅，例如正式、真誠、積極、有說服力等等。係啦，咁下邊假設，因為其實用一個正式嘅行文語氣都比較上抽象少少，咁我哋下邊亦都會好簡單咁樣話翻俾學生聽。如果要用一個正式嘅行文語氣，係應該點樣寫嘅咧？亦都會俾翻作翻啲解釋嘅。咁下邊亦都會有一啲嘅語氣句子俾翻學生做一個參考。咁第4個部分，格式及內容組織係啦。咁亦都會大致上好似個大綱模式啦。係啦，演講詞需要有一個稱為引言、主題、結語。咁亦都會俾翻啲嘅建議字數嘅，可能稱為5至10個字。咁老師呢度亦都可以自行去修改嘅，可能10至20字嘅稱謂等等。引言啦、主題、結語。咁下邊亦都會有啲精簡內容，咁就俾翻啲提示，話翻俾個學生聽，點樣可以控制佢哋嘅字數嘅。咁範文啦，咁 AI 亦都會根據呢一篇嘅呢一條嘅實用文題目去生成翻一篇嘅範文。咁下邊亦都會有一啲嘅相關嘅詞彙及成語嘅。咁係説明啦，佢嘅語氣態度啦，同埋呢一個字嘅使用場景嘅。同樣地係啦，除咗詞彙及詞語之外，亦都有啲成語嘅。咁如果老師都唔係太中意呢啲字嘅，亦都可以撳再次生成嘅。咁我哋每一個部分亦都可以俾老師去再次生成5次。咁同長文一樣，可以下載報告變咗個 Word 檔案啦，亦都可以發布俾學生去喺佢哋自己個帳號上面睇到呢一份嘅寫前報告嘅。咁第2個應用層面啦，就係我哋嘅寫後報告啦。咁學生交完文之後咧，亦都可以 click 翻入去佢哋嘅評估報告，睇晒成個嘅上文批改報告嘅。咁我哋內容組織行文就係30、10、10咁樣去比例咁樣評分啦。咁亦都可以擺個 mouse 喺上面嘅 I 掣，咁老師同埋學生亦都可以好清晰咁樣理解到 AI 點解會喺每一個項目上面俾一個咁樣嘅評分嘅。咁我哋下邊批改報告上面咧，見到左手邊就係學生嘅原文，右手邊就會有一啲嘅評語同埋建議嘅。綠色最主要係一啲嘅行文組織嘅 feedback 係啦。咁 highlight 咗就其實唔代表係唔好嘅，咁其實亦都可能會話翻俾我同學哋聽係做得正確嘅。咁黃色咧就會係一啲內容部分嘅分析同埋點評，係啦，會有一個分析部分啦，同埋一個示例部分嘅。咁我哋嘅分析部分係啦，咁其實同右手邊嘅都係大致上一樣㗎啦。咁如果學生或者老師想再詳盡啲睇嘅，亦都可以撳入去個每一句句子度詳細咁樣睇嘅。咁下邊咧亦都會有一個整體評價同埋建議啦，會喺內容方面俾翻一啲嘅評語、行文組織同埋一啲嘅改善建議。咁下一個部分亦都有一篇嘅文章改寫嘅。咁假設左手邊學生嘅原文，假設呢一篇係 Level 3嘅文章，咁 AI 就會幫佢喺右手邊做翻篇嘅改寫啦，做翻啲嘅大幅調整。咁文章改寫之後，你當會係大概一篇 Level 4去到 Level 5嘅文章嚟嘅。咁下邊亦都會有一個賞識部分，係啦，原文嘅評估啦，係啦，改寫説明、結構組織、內容論述、行文語氣嘅修辭。
咁學生亦都可以通過呢個賞識部分，睇下點樣可以透過自己篇原文去再做翻少少嘅提升嘅。咁同樣地所有嘢都可以修改嘅。咁老師亦都可以下載為一份 Word 檔要嚟查補啦，咁儲存翻所有收到嘅內容。咁發布咧，學生就會收到呢一份報告㗎啦。咁實用文就暫時淨係得2個層面嘅啫。嚟緊我哋都會推出一個全班嘅報告嘅。咁除咗我哋嘅作文批改咧、長文、實用文咧，我哋見到下邊亦都有啲嘅寫作練習嘅，係啦，可以俾老師去自己生成嘅一啲寫作練習啦。咁我哋假設可以今日創建一個寫作練習，自己可以其實去輸入翻一啲嘅練習內容、指導、示例。咁如果又係同人哋咩都諗唔到嘅，亦都可以叫 AI 幫我去隨機生成一啲嘅寫作練習嘅。係啦，咁我哋見到 AI 就生成咗一條關於友情、愛情呢個情感做一個對比論證嘅寫作練習。下邊嗰啲指導啦、示例啦，係啦。咁如果老師唔想俾學生睇到呢個示例嘅，亦都可以自己 delete 咗佢。咁我哋寫作練習呢度亦都可以一次過添加3個寫作練習。咁添加完之後咧，亦都可以揀翻個班，係啦。咁提交咧，學生就會喺佢哋個帳號收到呢一份功課。亦都可以即刻喺個平台上面做，係啦。咁做完之後咧，亦都可以 AI 亦都會幫佢哋做翻個評分啦、評語啦，同埋啲嘅改寫練習嘅。咁除咗我哋嘅自定練習啦，老師自己自定嘅寫作練習啦，亦都會有一啲 AI 隨機生成嘅日常練習，例如場景描寫啦。我哋最主要講一講場景描寫先。好啦，咁今日場景描寫 AI 生成嘅就係一個秋天嘅山谷啦，會俾一啲嘅指導佢，係啦，亦都有個 AI 嘅範例句子嘅。咁呢個 AI 隨機生成嘅，就老師就冇得出功課㗎啦，就學生自行自發性咁樣去做。咁今日我假設我照抄個 AI 範例句子，咁 AI 亦都會同我幫呢一句句子做一個分析啦，俾翻個分數同埋做翻呢個點評嘅。係啦，咁 AI 分析完咗之後咧，佢見到個分數啦、分析、改善建議。咁喺呢個場景描寫練習上邊咧，其實 AI 亦都會通過學生佢哋自己嘅原句去生成翻一幅嘅圖片出嚟嘅。咁學生佢哋假設佢哋句子寫得越詳細，咁 AI 幅圖片就會寫得越生動啦。咁我個人覺得就可能係比較適合一啲初中嘅學生啦，咁可以通過一個圖像化點樣去理解佢哋自己句子嘅。咁下一題。咁亦都會變咗第2個題目，咁學生亦都可以自己喺課餘或者想做多少少練筆嘅，可以喺度自己練。咁同你哋除咗有場景描寫啦、改寫，亦都會有改寫句子同埋一個段落結構嘅練習嘅。咁去到最尾呢個部分啦，就係我哋12篇範文自學卡部分。咁最主要都係會有12篇嘅範文啦。咁我哋有2個模式嘅，模擬考試、自定考試。咁模擬考試可能係適合一啲準備臨考 DSE 嘅同學，係考試前操練一啲相關嘅題目嘅。自學卡形式就係前邊係問題，後邊就係答案。咁我哋就唔需要去喺平台上打出嚟嘅，可能自己手寫，自己對一對個答案。咁呢條問題可能係登樓嘅語譯題啦。咁學生寫完個答案喺張紙上面咧，就可以顯示翻個答案對一對。咁就會唔同題型嘅，可能係登樓嘅矛盾題。嗱，呢條題目有5分，咁學生亦都可以睇一睇點樣可以好詳細咁樣答翻個5分出嚟。咁寫完之後，亦都可以顯示翻個答案嘅。咁如果學生想再遲少少重點去練翻呢條題目咧，亦都可以撳我哋左下角嘅書籤，咁 AI 亦都會幫佢save 翻呢條題目嘅。係啦，咁呢度可能第2篇嘅青玉案嘅語譯題。係啦，咁我哋呢度模擬考試一共會有10題嘅。咁第2個部分就係我哋嘅自定啦。咁自定就可以俾學生自己去重點去操練一啲嘅題目嘅。可能我今日比較弱少少嘅係出師表同埋六國論呢2篇嘅範文，亦都可以根據嗰9大題型去重點可唔可以溫習一啲嘅題型嘅，例如背誦題、語譯題。咁我亦都可以選多個3個選項都得嘅。咁撳完之後就可以撳開始啦。咁成個練習就會係六國論嘅背誦題同埋語譯題。係啦，咁去翻我哋上面嘅書籤啦。咁學生就係以往
保存過所有答錯過嘅，亦都想重點重溫翻嘅，亦都可以喺度溫習翻。咁呢個就係我哋嘅12篇範文自學卡。咁我哋去到最後咧，就會有一個俾老師專用嘅閱讀理解生成器。咁做法好簡單嘅啫。咁撳入去閱讀理解生成器之後咧，我哋就可以放上去我哋。假設我哋今日喺一本教科書或者上網揾到一篇嘅文章，我想學生去做一啲嘅閱讀理解練習，我就可以抌個 PDF 檔上去啦，或者係如果我有電子版嘅字嘅，係啦，亦都可以成篇文章抌上去都可以嘅。咁抌完上去之後咧，亦都可以用我哋嘅進階設定。如果有啲題目或者例如表格題嘅，想學生去做嘅，亦都可以做喺呢個進階設定上面去自定一啲嘅題目嘅模式。係啦，咁如果我咩都冇嘅，亦都可以叫 AI 隨機幫我去生成10題嘅閱讀理解練習。咁10題就唔同嘅問題嘅類型都會有㗎啦。係啦，咁我哋就會喺右手邊啦，就會見到 AI 生成咗一共有10題嘅閱讀理解問題。係啦，咁我哋見到其實呢個就可能暫時就係高中程度啦，DSE 程度啦，咁見到每一題問題亦都會有個分數嘅。咁我哋去到下邊嘅部分咧，亦都會有佢哋嘅相關嘅答案。係啦，呢條題目啦，第一題個答案3分，每1分係應該點樣答？有嘅相關題型，同埋會有一個問題，呢條問題嘅應對技巧，同埋 AI 通過呢一條問題去覺得學生常見嘅失分位，亦都會話翻出嚟嘅。咁每一條題目亦都會好詳細咁樣分析過一次啦。咁老師亦都可以好方便咁樣去幫老師去出一啲嘅練習啦。可能有時候出卷嘅，亦都會對老師係好有幫助嘅，亦都可以做翻啲參考。咁假設我哋今日呢度10題唔係太中意喎，咁亦都可以再次生成10題都得嘅。咁我哋右上角有個匯出掣，咁撳入去之後咧，一係可以匯出一個 PDF 檔案啦，或者 Word 檔案，咁亦都可以 print 翻出嚟俾學生去做。咁今日就喺呢一條嘅影片入邊就介紹咗我哋嘅密雲平台嘅最主要功能啦。咁如果有畫面前面有一啲嘅新老師，咁呢個就係我哋平台嘅最主要功能。咁如果有一啲而家用緊我哋平台嘅老師，咁亦都會同你哋介紹翻我哋平台最新嘅功能嘅。咁新老師如果所有帳號已經事前同你哋去安排好啦，咁亦都可以透過呢條影片咧，希望可以好更加準確咁樣去使用到呢個平台。咁如果有啲咩嘅問題，都可以隨時 email 同埋 WhatsApp 聯絡翻我嘅。咁如果想再了解更多關於我哋公司嘅資訊，咁亦都可以隨時去 aail.ai 呢個網站去了解更多關於我哋公司嘅AI 工具啦。咁其實我哋公司除咗有中文方面嘅平台，其實亦都有一個英文嘅AI 工具嘅。AI 除咗亦都會有writing 啦、speaking 啦，同埋 reading and listening。咁我哋普通話亦都有一個自學嘅説話平台，係一個 speaking 嘅 app。咁最後亦都有一個新推出嘅學校校本嘅平台，係啦，每個跨學科嘅 AI 平台亦都有好多唔同最新最前沿嘅 AI 功能俾學生同埋老師去用嘅。咁今日嘅影片就到此為止啦。咁我個名係 Marco， 我哋係應用人工智能實驗室。咁希望嚟緊亦都可以同大家各位老師去合作。